是政治消息，立法院长韩国瑜伊的讲话又搁引起讨论。昨调解协商的时，叫这个民进党团的三长是一龙二凤引起抗议。吴思瑶讲这是性别的歧视，不过韩国瑜呢是唔惊这个争议。今日甲南投县长柯淑华作为宣传农产品的时，调讲讲南投的立委代表，这嘛是一龙二凤。柯淑华嘛甲斗讲话，强调讲这是真好的吉祥话。通知一下我们民进党团。 一龙二凤啊，赶快来现场吧！看协商无照到，立法院长韩国瑜讲这句未输消客人会，互扣点名的民进党团三长，未感觉真无趣味。韩国瑜敢若无伫咧要挟人咧抗议，过当讲搁一摆提起。南投县中央立法院最重要3位立法委员3剑客都到了，一龙二凤啊，马文君委员有，罗美玲委员有的，刘浩委员。含南投县长柯淑华同齐宣传农产品，韩国瑜地处欢迎，挑工搁讲一龙二凤来形容。柯淑华嘛来提讲话。我们有念书的话，大概都知道龙凤它就是一个吉祥话，人家被称为您是龙中龙，凤中凤，那其实是一种这个备受肯定啊。一龙二凤这句话放在一起，就完完全全是歧视性跟物化性别的不雅的低级言论。台人想法无共款，立法院会前调解战家殷鹏鹏，这是国民党团提出反悔时反改检公投调解共款无共识，还阁由韩国瑜调集协商。民进党团先放下用法言战术来称议书。那很清楚，我们已经每一个都发言嘛。如果这样，我们该讲话，我们一定会讲到满。因为民进党就是一味的想要挡公投，所以他们就是用非常多的这个发言的策略啊，想要阻挡。我们会希望说，我们的立法院议事是有效率的，而不是冗长都瘫痪在那里。民进党团专列党公道三套，在亚定赢见招踢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